我民国13年出生，今年100岁。老师傅哦，1946年的时阵，哦，就为这个厦门迄个所在，返来台湾，哦，后来就无去离开台湾，哦，一直伫这个上钢钉甲传统的武术界，奉献伊的心力，哦，我认为啦，伊对台湾的这个武术界还是上钢钉影响较深的，就是第一，伊伫这个演练的内容内底呢，有做一寡改变。第二就是伊传家的方式，一般的啦传统的上工较注重这个门派的观念，黄卡筋就是教黄卡筋的，红卡筋就是教红卡筋的，套一句中文话讲，这壁垒分明啦。这个卡筋组团的啦，可能伊这个较早的师傅这个运动派你红卡筋甲红卡筋因个拢总差不多啦。但是黄卡筋是迄个练法，定势较无像一丝啦，安尼尔。师傅呢，为着要传教这个文化伊就较无计较讲，请我去教的这个顶头是毋是同款式的卡筋。所以呢，接受过老师傅传教的这个顶头内底，红卡筋当然是占大多数，因为老师傅本来就是红卡筋派的。但是黄卡筋伊嘛去教，伊所教的顶头呢，无遐清楚的这个卡筋的派别。心松梦，心的迄一天，期待的希望，愿了每一天。的老先来教。